大家好，我係寶雲中醫嘅賴醫師。首先恭喜所有完成渣打馬拉松嘅跑手，你哋真係好叻。不過比賽完結後，係咪有唔少朋友開始覺得腳板底痛到似踩針，膝頭哥上落樓梯嘎嘎聲，甚至舊患又開始隱隱作痛？呢啲可能係你嘅訓練方式或者運動姿勢已經踩中咗勞損嘅觸發點。今日唔係淨係同跑手講，係同所有熱愛運動、想保持健康嘅大家拆解點樣避開運動勞損呢個隱形陷阱。一場馬拉松意味住你嘅膝關節要喺幾個鐘頭內重複承受超過過萬次嘅落地衝擊。更關鍵嘅係，當跑到後段肌肉開始疲勞，姿勢無可避免會走樣嘅時候，你膝頭哥承受嘅壓力同磨損會比開跑時幾何級數咁增加。呢種疲勞性力學失調，即係臀部同大腿肌群嘅力學失衡，就會造成膝關節炎。仲有部分朋友運動後，尤其係跑步或者行山之後，會覺得腳板底，特別係腳踭位置有針刺一樣嘅痛感。朝早落床第一步尤其明顯，好大機會係足底筋膜炎啦。可能係你突然增加咗運動嘅強度同埋時間，對腳底造成嘅負荷太大，又或者係你着嘅鞋唔夠支撐，令足底缺乏足夠保護。仲有就係你小腿後側嘅肌肉太過緊繃，長期拉扯住足跟嘅位置。我哋成日以為一次扭傷只要消咗腫唔痛就等於完全康復，但係從中醫同運動醫學角度睇，事情遠遠未結束。一次急性扭傷，即使腫脹消退，韌帶被過度拉長，甚至部分撕裂，係好難100%恢復原來嘅緊緻度。如果你冇進行系統性嘅康復訓練，去重新強化呢啲肌肉同神經控制，你嘅腳踝就會變成一個計時炸彈。當你跑步踢到石仔，行山踩到不平地面，甚至只係日常行路稍一分心，大腦同肌肉嘅反應速度都跟不上，好易就會再次扭傷，形成慣性拗柴。呢個就帶出咗舊患反覆隱隱作痛嘅核心原因。中醫認為舊患位置其實係一個氣滯血瘀嘅區域，損傷導致局部經絡不通，氣血運行唔暢順。平時你可能冇感覺，但係當天氣轉變、身體勞累，或者你再次進行類似運動嘅時候，呢個瘀阻點嘅氣血就會更加不暢，從而引發酸痛、僵硬甚至無力感。所以對付扭傷同舊患，關鍵在於治本，唔單止要處理急性期嘅腫痛，更重要係在恢復期透過中醫針灸手法疏通經絡，改善氣血循環，再配合針對性訓練強化肌力，雙管齊下先係治本之道。無論你嘅目標有幾進取，都一定要記住循序漸進呢個鐵律。一個非常好用嘅原則叫做10%原則，即係話你每週增加嘅運動量，無論係時間、距離定係強度，最好都唔好超過上一週嘅10%，俾身體有足夠嘅時間去適應同強化，先係長久進步嘅不二法門。如果想學更多中醫智慧，記得追蹤我哋 YouTube channel 啦。我哋下集再見。